烂兄烂弟，国民党和民进党，你们就是烂兄烂弟，你们这些贪腐和司法不公正的烂兄烂弟。刚刚听了他们两位所做的一些表述，他们两位讲的都非常实在。国民党贪污很多这些案例，蔡总统提出来；民进党这些贪腐的情况，韩市长也提出来。台湾的乡亲啊，你还相信这蓝绿他们都执政？坦白讲，都嘛是赶快一样的，掌握了权力，就在分配资源，然后大家就忘了对人民的责任。更重要的，他们两位都提到了要司法、要公正、要独立。我们做的各种民调都证明，人民对于司法的公信力，60%到70%人都不相信。蔡总统刚刚提到了很多要改革的计划。坦白讲，选举的时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名词，叫做烂兄烂弟。国民党和民进党，你们就是烂兄烂弟，你们这些贪腐和司法不公正的烂兄烂弟，为难了我们台湾很多无辜的兄弟。我们宋楚瑜参选省长的政见兑现率89.7%，施政的满意度90%，对省民承诺的事情达成率83%，那就是说到要做到。刚刚所提到的他们两位的许多的政见，大家都想，到底他们说到能不能做到？我承认我的确是来自于旧时代，但是我却拥有旧时代的坚持跟认真的人。每次到了选举，蔡政府完全不一样。套一句我们吕秀莲副总统讲的话，蔡政府到了选举就变成圣诞老人啊，每天开支票，反正开支票大家已经习惯了。刚好今天也是圣诞节，圣诞老人就在我旁边。不要忘了，竞选支票都是要当选之后才会有，没当选就四大皆空。就算是大家让蔡总统当选，但是连任甚至全面执政都没有用，因为连任之后就会说财政困难，中央到地方负债累累。你想当初联经改革的时候，当公教人员不是要求政府维持过去的承诺，政府只说请大家共体时艰，国家财政要破产了。但是到了选举的时候，高铁要南移加码，龙宝离岸的风电的问题还没有搞定，现在要提出要发展太空产业。难道蔡总统你是想跟韩市长征服宇宙来比一个高下吗？蔡总统，您带领的执政团队完全没有看到目前我们的危机，那就是我们必须要善用我们有限的资源，而不能够大撒钱乱开支票。过去半年来，大家都在开支票，但是民进党有没有告诉大家这个钱到底是谁要来出？难怪有部电影叫《返校》，他经典的台词说，你是忘记了还是害怕想起来？蔡总统您喊着要守护主权，韩市长你喊中华民国万岁，光喊口号问题就能解决了吗？光喊口号就能治国，就能平息台海的风暴吗？台湾的主权喊口号就能守得住吗？中华民国就能万岁吗？ To be serious， 台湾的领导人要有策略，要有方法，要有执行力，要说到做到，这样我们才能守护台湾的民主，守护中华民国的主权。